來繼續來看台中一個男乘客啉酒醉，昨暝9點外坐國光客運，是坐佇司機的邊仔，甲司機搶渡吼腰，害這司機分心，一直緊急打檔啊，佫差一點追攏到頭前車。這司機拜託乘客坐好好勢，但是對方也是繼續來擾亂，規車的乘客是安尼心驚膽嚇。最後受傷熱心的乘客按打迄個啉酒醉的男子，客運才總算平安駛到台北車頭。啊，客運業者是真感謝乘客鬥3工。聊天幹嘛？你喝醉了？坐好，你坐好，坐好。開車好嗎？不聊天啊！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面，坐好了。客運的車頂，一個穿白衫的男子就坐佇司機的邊仔起無空，就驚司機無法度專心駛車，乘客遂跳出來阻止。現在要到我面前來影響我的駕駛 ，OK？ 我現在馬上去撞牆壁，撞你的。哎，撞！司機洪家甲當場抓狂，甚至話講要去弄壁，互所有乘客攏錯一個。代志都發生佇昨暝，當時這幫國光客運自台中的水南發車要去台北車頭，拄就高速公路，一個乘客啉燒酒醉，坐佇司機的邊仔，直直講亂，佮催司機開講。因為愛護着規台車的性命安全，司機慌亂甲直直打檔啊，甚至嫌講對攏，無奈發拜託，希望對方就好。睡了。坐下來聊天。沒有。車頂所有乘客攏互驚到，其中3個人睡到頭前鬥3工阻止，唯求一個鬧事的查甫乘客才乖乖坐回去。根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57條，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拒絕該乘客上車。客運業者回應，其實司機認為危險，依法會當賣個債或者是報警，會擱再個教育，也感謝這屆有乘客鬥3工。